各位兄弟平安，到咱礼拜日看起来是煞煞雨啦吼，大家感觉天气较无较稳定，所以大家来较慢吼。但是咱即摆最近伫思考咱130周年，吼，教会设到130周年的一个活动的时，咱忽然间想到130年前，你知影因要去礼拜安怎礼拜无？有当时搬山过岭去到新店，有当时伫山顶落来到大船头，有当时还去伫大船头搁坐船入来到目沙，才通来礼拜。所以即马对咱来讲，即种天气算小可代志啦吼。所以即嘛是咱伫思想着咱的信仰前辈，因安怎追求信仰的时，咱通搁一摆来反省的。今日嘛是咱圣餐的日子。大家透过圣餐，搁一摆来想咱甲上帝、咱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安怎。好，咱开始进前，咱请李牧师带咱祈祷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感受着你的听，阮欢喜将这段时间分别出来，互主你来看见阮。欣慕你的心，互主你知，阮以爱就近你的名。祝福阮伫即当中，阮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的灵专一来调见你。祝恳求你帮赞每一位来到伫你面头前的兄弟姊妹。无论阮的需要是啥物，主你知，照着阮的需要，丰丰富富，将你的恩典、你的疼痛赐落伫阮的中间。要袂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也愿主你保守因的脚步，互因来到伫教会的时，因也已经准备好来调见主你。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，愿主你看顾甲扶持。伫你面头前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伫遮敬拜上帝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的第328首。圣诗328首，上帝的拥歌。这首咱已经唱2礼拜，今仔日第3礼拜应该真熟啊吼，咱唱2遍就好啊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赐愿平安。搁一遍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过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赐愿平安。好，再来请大家掀开圣诗第9首。圣诗第9首，咱先。
咱为第一节来唱。万有三甲主旨欢喜，哦，路上帝这声音是。日头出现大光满天，日落月出来才暗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顶星星拢总欢喜，因的笑也袂当生气。哦，老天伯。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这个所在爱细字嘿，上尾一个哈利路亚，迄个路有三大拍哦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才到呀吼。诶，好，咱对副歌搁一遍。啦啦啦啦，来3，哦，若是你被阳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3呀对，好，刷落来，请大家献到圣诗的第401首，401首。咱为头来唱。完全领主上帝，保守属阳无天，属平安，完全平安，坚信勇敢。保守属阳无一体。好，大家有看到迄第2第3抓甲第4抓，伊其实内底有2抓，对无？伊的面顶迄抓是和声，就是主旋律之外的那个叫做和声。啊，若是有会当唱和声的人，嘛会当唱面顶迄撮，咱来听看卖。请司琴帮我弹第3撮。大地主的面，稳定仰慕尽，全能主上帝，保守属好仰慕体。来，大家做伙唱一遍哦。仰望主上帝迄撮来3，仰望主的面，主的面，稳定仰慕尽，全能
咱即马请请姊妹帮我唱面顶的迄撮，兄弟帮我唱下骹迄撮。咱对第三行来3 N。仰望主的面，阮的仰慕尽全能主上帝，保守赐福应。好，颠倒过来。好，来兄弟帮我唱合音啊，姊妹帮我唱主旋律来3 N。夜白仰望主的面，仰受阮的仰慕尽，全能主上帝。保守赐福应无体。好，咱请大家备办心，准备礼拜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等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咱这时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圣诗第328首《上帝的羊歌》。圣诗328首《上帝的羊歌》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恶，求你怜悯阮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恶，求你怜悯阮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恶，赐阮平安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羊歌就是除去世间的罪，赐阮平安。
请坐。这是咱来读尼西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的个别，伫周报的第7页。尼西亚圣经，咱三个来读。万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平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。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照伫小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搁活，上天若在坐伫爸正平。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。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。伊捌托先知讲话，阮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。阮个别一个会得最多的洗礼，阮期望死人搁活来世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启用，咱要启用的启文是第17篇，启文第17篇。启文第17篇就是诗篇第65篇。咱三个来启用，上帝啊，人着伫锡安称赞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做压倒我，你所竞选，互因亲近你，住伫你殿堂这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欢呼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灌啊田园，伤白土地。你赐予农作物大长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，连旷野的草埔嘛有得地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，恁拢欢喜出声吟诗。咱搁来念圣诗，圣诗第9首，圣诗第9首。万有三甲自极欢喜，万有三甲自极欢喜，阿乐上帝齐声吟诗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仁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阿乐天父荣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万有三甲自极欢喜，阿乐上帝齐声吟诗，哈利路
爱母强母亲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阿拉天父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日头出现大光满天，日落月出来照暗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顶星星隆重欢喜，因个少爷要当升天，阿拉天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溪水清清，紧紧流来，英文响亮那好好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手把草木积水，手心切切和蜜归堆，哈了这杯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踮世间虽有烦恼，实在免惊有主通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家撒天大心高切，我在上天望落天，阿拉天父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坐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我伫天灵阿伯的上帝，阮感谢阿拉你，你有将满满的慈爱施阮伫阮的身躯，互阮拢平安顺遂。当然，伫生活中难免会拄着烦恼、艰苦的事，但是阮知所有的代志你拢掌管，你会当调动万军来为阮征战，你会当吩咐天使来保护阮。阮爱专心来信靠你、仰望你，尊主你最大，将主权交予你。阮坚信你所有定的时一到，合你旨意的代志就会成。求主赐阮特别的平安，来保守阮的心思意念。求永远的上主扶持帮助阮。教会闭幕的事，也求主继续为阮来开路。你为阮竞选准备的牧者，感动伊的心，愿意来文山教会，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工。天气已经渐渐冷，欧美国家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。愿主赐予因的执政团队有权柄甲能力，来定好的政策，百姓嘛有够野的智慧来配合。做好防疫，来减少死伤，也恳求主你赐福你的恩典，紧紧将疫苗开发出来，互大家会当恢复原本应该有的平安的生活。阮也为着美国的总统大选来祈祷。美国总统是影响力真大的人，伊所做的决定会改变真济国家甲人民的命运。求主来带领，透过投票的选举，
来选出你以爱的领袖，来实现公平甲正义。伫阮的顶间，若有身体欠安、有病痛的，求主来医治甲安慰。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罗马书第7章14节到25节，就是伫咱的新约圣经第177面。新约圣经第177面。罗马人书第7章第14节，因为咱知律法是属伫神的，若是我是属伫肉体的，已经袂去互罪恶。因为我所做的，家己毋知；因为我所得行的，毋是我所意爱，反当我所愿的，我去行伊。当我若行我毋爱的，我就是承认律法最好。安尼行伊的，当毋是我，是踮伫我心内的罪恶。因为我知我内面，就是我的肉体内无好之地，因为论迄个意爱，我就有；行迄个好，我就无。第19节，因为我所意爱的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毋爱的歹，反倒去行。独独我若行我所毋爱的，迄个得行的，当毋是我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罪恶。安尼我就知有一个法，就是当我爱行好的时，歹甲我伫地。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，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个法，甲我心智的法相交战，掠我来降服百体内罪恶的法。可啊，我的罪人，一罪要救我脱出这个至到死的体啊！第25节，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。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，咱读圣经到这。这是正圣歌对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歌是所行合主的旨意。
讲道咱只是要请李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面对自我。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主，阮伫咧面头前，自即个时，阮知阮的心是无你。阮知阮来到伫即个所在，是因为有主你的听去因缘。阮知阮来到伫即个所在，阮要听主你的教示。主，阮知阮要来即个所在。来领处理，互阮伫生活中间面对困难的开力。主，阮知阮要伫即个所在，因为主你的听来弥补阮心中的创伤。阮知阮来到伫即个所在，阮要因为你的听，阮的心灵、肉体来得到医治。主，更较重要的是，阮需要深深知阮真实的自我，阮真正要主你来开启阮家己的心，互主你来入阮的心门，互主你进入阮的心来改变阮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主你所欢喜甲祝福的儿女。主，要将今仔日下早起阮的敬拜、阮的分享，以及连面阮有献身礼、有圣餐，拢要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。主你吩咐阮行遮的事，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搁一摆，互阮深深来反省阮家己，互阮深深知，阮为怎样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。阮通有即个确信，阮是主你的儿女，阮得到主你永远的听。主，要将下面的时间交托，愿主你扶持甲帮助。伫咧面头前献上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毋知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有一种的经验无，就是伫咱可能细汉少年的时阵，咱可能去拄着过真无成熟的代志，也是真碍拗的代志。遐碍拗的代志一直存留伫咱的心中。平常时可能袂去想到，但是有当时可能对一个气氛，对一个图画，也是对一个场地，对一个角色，咱所认捌的人，甚至是对一句话，引起咱搁想起迄个碍拗的事的时阵，咱的心会感觉讲真刺激。真无爽快，为什么这个碍拗，这个无爽快，无法度安尼过去，一直伫咱的心中吼。我相信应该有人甲我同款有类似即款的经验，毋是敢若一件代志，可能3、5件代志特别是这个代志，若是家己的软正的时阵，搁较。心中有当时会搁较艰苦。伫今仔日个经文的内面，保罗有讲出伊家己迄种的软正甲艰苦。其实上是我相信这嘛是咱的软正。人有软正，我想这是咱家己知的。有诶咱清楚，有诶咱无清楚，像头拄仔伫讲的。有诶咱知影讲迄就是咱过去可能无成熟的软正，可能有当时迄是咱。真无愿意去面对家己的缺点，家己的缺点。所以，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讲，面对自我是一件痛苦的代志。面对自我，面对迄个真实的家己，是一件痛苦的代志。因为我家己生做啥物形，我家己的气力到啥物款的程度，我家己的能力伫啥物款的程度。咱家己上清楚。有当时咱会因为要保护家己，选择自我欺骗，无愿意去面对迄个无好的我，也是讲面对迄个含慢的我，面对迄个生了真歹的我，面对迄个改成迄伤瘦伤肥的我。伫迄个中间，咱
伫心内咱所期待、咱所仰望的是会通塑造一个真理想的家己。我有一摆咧甲兄弟姊妹咧分享的时阵，讲我以前足无爱照镜。有当时有个人会看到牧师讲牧师你迄头毛乱草草安尼吼。我当去到伫阮建委教会的时阵，足侪兄弟姊妹拢会想讲，甚至有人摕螺仔互我，爱叫我热头毛安尼吼。为什物头毛乱，家己毋知影？我无照镜，谁怎无照镜？感觉讲迄个镜，迄个人镜内面迄个人也无足缘投啊吼。大概看到的时阵吼，也无啥物感觉。也无感觉讲吼，伊会互我有特别的信心，也是讲特别迄个自信安尼吼，就无啥爱看，无啥爱看，无看到无感觉内面心内会通塑造一个安那？其实我做缘投的呢，其实逐个人看到我吼，其实人看到我是安怎乱糟糟安尼吼。这有当时咱会想要安那欺骗家己。特别是面对迄个咱家己感觉无好的咱的时阵，咱有当时咱会想要欺骗家己，惊讲毋是迄个啦。仰望咱家己是全是美是全能的，是啥物拢会可能缘投搁美丽，所有的好安那，拢集中伫咱的心中。所以有当时咱会听到人咧滚耍笑讲我即个人吼，无啥物缺点吼，敢若一个缺点吼。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就是我无缺点，这个缺点就是我无缺点。咱若听到听到这个讲法的时阵，咱会讲安怎？这一定是咧滚耍笑，因为咱面对面咧看，咱知影讲人拢有缺点啊，咱知影无一个人真正无缺点的啊。所以其实咱加减吼，拢会去想，也是讲想要去民望。一款的情形，就是咱是一个受到人所欢迎的，受到咱啥物代志甲成咧真完全无论啥物款的代志，咱拢会通甲伊解决迄个美国的电影内面常常出现的迄个英雄啊、超人啊吼，即款的人，即款的心态，可能有当时会伫咱的内面。但是当有一天，即个民望去互现实拍破的时阵，咱的心就会真艰苦，受迫来面对家己的缺点、家己的软件，迄是一个真搁较艰苦的代志，敢毋是？有当时咱会发觉讲，是安怎人甲人吼面对面讲话，讲到落尾会起屁面，会冤家，原本是真好的。兄弟也是真好的姊妹，到落尾面对面的时阵拢毋讲话，看到那冤仇人咧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己的迄个心中，可能迄个歹伫无意中，也是伫半故意、有意的中间去互安那，去互挖出来，去互看到，去互踢笑，所以滴到咱的心感觉艰苦。即个人我永远无爱甲伊斗阵。是有当时咱颠倒是无共款，拄颠倒边的角色，咱去挖着人内心迄个上软正的所在，上软弱的所在，迄个人上无爱去互咱知影的所在。但是咱甲伊挖出来了后，咱阁无意中去起笑遮个，咱就破坏即个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可能伫即款的内面，咱有缘会去想讲无我着莫阁甲即个人斗阵啊，我着莫阁去即个人若无甲伊斗阵，伊着袂阁去挖我的遐个无好的所在，挖我的软正的所在，然后我会通继续转来活伫一个迄个幻想的中间，阁去想讲我其实是一个真好的人，真完全的人，真缘投、真美丽的人，等等遮个。但是实际上，咱家己无法度欺骗咱家己。咱知影咱的弱点伫啥物所在，咱知影咱的缺点伫啥物所在。但是有当时我会发觉讲，有一寡人伊用另外一种的方法，在保护家己，咱陷入伫另外一种的软正的内面，就是咱宁愿互咱家己的缺点存在，甚至
咱就承认伊的存在。即款的承认真颠倒是咱感觉讲会通软正会通对落的借口。我毋知咱会去咱的确会去面对着一项代志，就是咱若拄着好食的物件的时，咱若拄着好食的物件的时，咱都挡袂牢想要去食。特别迄个物件若足奇卡的时阵，也是讲咱就知影讲迄足好食，也是甚至咱家己对某一项物件，咱就是真食物，咱就真正足爱食的时阵，当医生在甲咱讲你的身体爱顾，袂使食对一项物件，袂使食对一项的物件，遐个物件拄好是咱拢爱食的时阵，咱会面对着一个挣扎，就是讲到底我看到遮个物件爱食无？足想要食但是甲先佫袂使食，足想要食佫袂使食，要安怎？咱的心中就起挣扎。有个人会安怎？有个人讲无就安尼嘛，我就承认讲这就我无法度啊，我就爱食这啊，所以我嘛禁袂牢啊。既然禁袂牢，你知我知，大家拢知，所以拄着这项物件安怎？就甲食，就甲食，因为这就是我的软弱，这是我的软正，我的欠缺嘛。所以有当时颠倒，有个人想要甲家己的软正扛起来，无爱互知影。有个人颠倒将伊家己的软正安怎拍开？我脾气就是歹，所以我若啥物代志真容易受气的时阵，兄弟姊妹爱安怎？爱忍耐我的歹受气，会使安尼无？有个人伊就是讲我就是脾气歹啊，我就承认我有歹脾气啊，所以恁着爱忍耐我的歹脾气。这是咱在讲，其实有当时咱人的一种的软正的部分咱当真正无法度暗藏的时阵，咱着规气家拍开，所有的人拢知影。这个所有的拢知影，诚做一种的嘛是诚做一种的自我保护，来保护家己。讲恁着拢知影，所以恁来对我吞论。保罗伫即个7章15节伫即个讲，因为我所做的家己毋知，因为我所伫行的毋是我所意爱的，反倒我所愿的，我去行伊。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的肉体无好伫地。因为论迄个意爱，我就有行；迄个好，我就无。因为我所意爱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毋爱歹，反倒去行伊。保罗伫即个所在，伊共款去面对着一个物件，就是伊心中伊知影讲，伊有迄个伊的软正软弱的所在。伊知影伊有软正甲软弱的所在，但是伊真实际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对，你甲看我嘛是有即款的软正，我嘛有即款的缺点。我所意爱的好，我无法度去行伊；我所无爱的歹，反倒去行，保罗所讲的，拄好是咱的挣扎，也是咱所面对的难题。到底咱要安怎做？问即个问题，有当时好亲像是感觉假啦。咱拢知影安怎做，咱拢会通知影迄个答案。我头毛乱，我着较接少行咧，我着会使安那，甲头毛乱好，身躯扎一个热啊，头毛乱，我若较接少行咧，我就会通甲我的头毛甲保持好势。敢毋是？我嘛知啊，但是我着想要逃闪嘛，我着想要无爱少行，我着想要。随风乱嘛无要紧啊，着我家己感觉好就好啊。到底咱爱安怎做？其实某一个程度，咱拢知影迄个应该安怎做的，但是常常是咱做袂到，也是咱无想要去做，也是做袂遐尼完全。有人有意愿，但是无法度完全；有人无意愿，甚至有人。想要改变，但是家己感觉无迄个气力，无迄个能力。有个人甚至连想要试的意愿都拢无。我发觉还佫有一项，就是面对自我，还佫有一项是
过去我所无注意到的，就是知影我家己有一个反对的立场甲能力，但是需要去要求家己顺服伫别人的真理的下面，这项代志是困难的。伫教会内面，咱可能会拄到当工平平伫服侍，伊的服侍甲咱的服侍，方法无共款，但是拢是服侍，但是伫即个服侍的中间，伊也会通做，咱也会通做，但是到底要照啥物人的想法、啥物人的方式去做？爱照啥物人的方式去做？有当时即个物件有哪会诚做一个咱家己需要去面对家己的一项事，就是咱可能开会决定，有2-3种的方法要来做同一件代志。伫即项的代志了后，咱开会了后，咱决定一项方法，迄项方法毋是我主张的方法，安尼我要安怎？甚至我感觉我的方法比所决定的方法搁较好的时阵，我要安怎？我要要求我家己放弃我家己的主张，来接受对方的方法甲主张，协助伊来完成即个事工。但是往往伫迄个你对我嘛对的下面，特别是对同一件代志无共款的看法，迄个无绝对的对毋对，你对我嘛对的下面，伫即款的情形的下面，咱要放弃咱家己的主张，要顺服伫别人的下面，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咱看起今仔日一寡政治人物吼，咱就会通发觉，因所表现出来的方式，就是你一定爱听我的，无论我对或毋对。但是你永远莫想讲我会听你的，因为我就是要主张我家己。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常常是安尼，但是咱所期待的是啥物？因所表现出来，会通讲我怎样会通帮助你搁较好？伫今仔日咱伫台湾，咱的防疫会通做了遮尔好势，咱会发觉是绝大部分台湾的百姓，台湾每一个徛起的兄弟姊妹，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，愿意放弃家己的自由。今仔日咱伫即个所在，兄弟姊妹拢挂喙暗，是咱愿意放弃咱无挂喙暗迄个自由，来配合政府的政策，来完成即个防疫。咱发觉讲，为什么其他欧美的国家因无法度做到安尼？因为因无愿意放弃因莫挂喙暗迄个自由，所以因的病例一直出来。台湾的防疫是因为咱欢喜约束家己，放弃家己的主张，然后伫迄个所在互相配合，咱才有法度做到遮尔好势。常常我会看到讲，遮个政治人物因会出现一个情形，今仔日你互我伫台仔顶无法度落台，我后一届我伫下骹的时阵，我就互你伫台仔顶无法度落台，无论我对或毋对。往往即款的情形，有当时会走入来伫教会的内面。咱爱真细致遮个代志，因为咱毋通互即个世界较赢过咱的信仰。这嘛会通互咱看见讲人的软弱甲软弱，啥物是罪人伫即个所在看甲真清楚啊。人的软弱，人的软弱，互咱无法度真正照着应该爱做的好去行，敢毋是？我想提起遮个是要咱做伙来学习，对罪有搁较侪的认捌，对家己的无法度会通有搁较深的认捌。牧师其实了解这个代志可能不只正常，但是袂当因为正常，因为是人的软弱甲软弱，咱就放固在伊去。
因为咱若放旧在伊去，咱若无要对付咱的罪，咱若无要对付咱的软者甲软弱，伊就会一直沉沦落去。台语有一句话吼，细汉头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安那？头牵牛，咱拢知影嘛吼。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啊，细汉头挽布，小小的歹。你若无去甲阻止，你若无去甲纠正，你若无去自我要求，讲我袂使搁做即个代志啊。渐渐，咱对即个小小的歹，咱就会麻痹，会感觉讲啊，这都无要紧。听后，即个麻痹若哪成的时候，咱就会搁找一个比即个搁较大一丝丝啦。会歹，迄个歹，咱嘛感觉讲啊，这个小小的歹，咱就又搁去做，又搁去做，又搁做到落尾的是啥物？到大汉的时阵，连牵牛，咱就感觉啊，这都无要紧。伫教会内面，咱若是安尼，伫咱的心上嘛真容易会安尼。咱拢有咱的软者，咱的软弱。如果咱放任咱伫迄个罪的中间沉沦落去，无要对付伊，咱就会永远家己坠落去，咱就会失去，咱就会诚做失去得救五万的一群，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。无你会甲牧师讲，牧师，安尼要安怎？连保罗即款的人拢承认伊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做好，啊，咱比保罗遐尼含慢的人，咱遮尔平常的人，咱要安怎？咱how有法度？真正常常咱会无啥物法度，也是讲咱倚靠咱家己的气力的时阵，咱真正无法度。因为迄就是咱的缺点，迄就是咱的软者，迄就是我的歹脾气，迄就是我无啥爱认同我家己的外表。那安尼要安怎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诚做一基督徒，咱会通倚靠的除了咱家己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？佫有上帝啊，还佫有圣神啊。咱敢是因为咱了解上帝？咱知影上帝是创造主上帝，咱知影圣神会伫咱的中间来做工，咱知影耶稣基督是咱救赎的盼望，所以咱来到伫即个所在吗？咱欢喜伫众人的面头前告别咱的信仰，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吗？既然是安尼，咱对上帝的迄个确信，咱爱真正搁甲扣起来。咱爱真正搁甲扣起来，咱需要真正伫咱的心中，咱有一个确信，讲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啊！因为耶稣基督，伊会当互我较赢过罪，甚至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伊甲咱讲，伊毋是要定咱的罪啊，伊是要安怎？伊是要赦免拯救咱啊！伊是要拯救咱，伊来毋是要定咱的罪，伊毋是要讲啊！你信的牧师，你今仔日这做了毋对，去你今仔日讲道讲了无好，你今仔日做的代志毋对，然后一项记我的缺点，然后伫迄个所在要甲我算账。无啊！咱的主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毋是要做遮的代志，伊是知影讲信的牧师，我知影讲你即个今仔日的圣经改成个改了无够好，但是无要紧，圣神会帮助你啊！兄弟姊妹，犹原咱伫即个所在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养饲，得到长大啊！这是咱的主耶稣甲咱的关系啊！所以今仔日兄弟姊妹，咱爱有即款的信心嘛，相信咱的主一定会当帮助咱，来帮助咱克服咱的软者，克服咱的迄个欠缺啊！无受定罪。毋是在指讲咱会通任意来犯罪，是指讲咱已经脱离罪甲死的权势。这个观念其实不遮重要，就是咱无互罪管辖的时阵，咱才会通甲罪来对抗。最近我的囡仔在甲阮讲，伊在读册的时阵，感觉起来较无法度专心，常常无法度专心。
后来我甲观察了后，我甲伊讲一项代志，讲你咧耍的迄个手游吼，你爱较少耍的，你爱较少耍的，也是讲你去换其他的无共款的迄个手游，就是迄个手机的游戏吼。你去耍你会当去看迄个小说等等遮的代志，但是你莫阁转去耍迄个游戏。先我甲安尼讲，伊讲伊问我讲是安怎的安尼，我甲伊讲，你已经互迄个物件安那束缚掉了。你规工除了上课、除了做功课以外，你手机摕咧，你就是咧耍迄项物件，你无法度离开迄项物件。当你无法度离开迄项物件的时阵，你就已经互迄项物件束缚掉了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要甲罪对抗，咱就无法毋通去互罪束缚掉咧。咱毋通去互罪束缚掉咧，是指咱爱知影讲，咱已经脱离罪甲死的权势啊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咱无受金钱来控制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对抗金钱的诱惑嘛。为什么咱会通发觉讲，足侪政府的官员，你若钱摕去，啥物货都拢通啊？无法度去脱离迄个金钱的引诱，金钱诚做伊的主人啊。今仔日咱会通无受金钱控制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对抗金钱的诱惑啊。如果咱若抑阁互金钱控制的时阵，我就无法度对抗金钱的引诱，敢毋是？因为伊就诚做我的软者嘛，我的心内就敢若钱啊，哪侪钱哪好啊，我就无法度离开即个钱啊，我就受即个钱来控制啊，我就受即个钱甲我引诱啊，我就陷落伫罪的内面啊。今仔日我若会通脱离罪引诱、金钱的引诱的时阵，我就会通对抗即个金钱，我就会通应用金钱，我就毋是伫迄个金钱的内面，伊就毋是诚做我的主人。当咱抑阁伫罪的内面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对抗罪。但是即当阵无共款，因为咱已经无伫罪的控制的内面啊。兄弟姊妹，咱已经无伫罪的控制的内面啊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要拍的战争是无搁再互罪进入伫咱的内面。我靠耶稣，咱已经得到清气。接续落来是我无愿意搁再犯罪。但是我要讲，即场的战争毋是遐尼好拍。魔鬼抑阁是想要甲咱揪转去伊迄个所在。有当时咱的软正软弱，咱嘛爱阁继续来对付，咱嘛爱继续一直倚靠圣神，听探圣神的提醒，去对抗迄个罪甲引诱。今仔日咱拢已经是诚做一个得救的人，即马是罪。想要甲咱揪转去迄边。过去咱咧讲，咱是一个罪人，是咱是一个罪人，是因为咱常常陷落伫迄个罪内面，咱常常会犯罪。但是今仔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已经伫洗礼中间，咱告别咱是主的学生，咱是基督徒，主是咱的救主，主耶稣的宝血已经甲咱洗清啊，咱已经离开罪啊。毋过罪抑阁会甲咱揪转去无？当然，抑阁会想要甲咱揪转去啊，揪一个是一个嘛，抑阁是要甲咱揪转去啊，所以咱永远爱面对罪啊。永远你会感觉讲是安怎，我过去的迄个软正软弱，较会抑阁会走出来。所以毋是已经一个诚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啊吗？为什么过去的迄个缺点、迄个软正抑阁是会走出来？迄个歹气脾气，有当时抑阁会走出来。是啊，因为迄个罪抑阁望甲咱揪转去伊迄边啊，抑阁望甲咱的灵魂揪过去伊迄个国度啊。所以咱爱倚靠的是啥物？我已经知影讲我是上帝的儿女啊。我遮个物件出来的时阵，我就亲像保罗共款，倚靠圣神要来对付伊啊。有当时会去互伊较赢，有当时会较输，伊会较输咱。但是，就是伫即个抽的过程的中间，伫即个征战的过程的中间，咱会通学习，咱来倚靠圣神啊。咱来知影上帝怎样伫即个顶头帮助咱得胜。
我毋是讲咱就已经完全啊，保罗嘛无法度讲伊是完全。保罗嘛是安尼讲，我毋是已经完全啊，伊是照着头前所查的标一直去走啊。所以今仔日咱嘛无需要讲，我今仔真做基督徒，我就的确一定爱完全，我就的确一定是真做一个圣人，毋是啊，是咱爱照着迄个标，永远一直去走，照着上帝的互咱的目标。咱想要得救的迄个愿望，一直去走，互咱会通较赢过即个世间的歹。有时会甲咱扣较后壁，有时会甲咱扣转去，但是咱犹原会通搁脱离出来，犹原会通搁迄个标来走。所以咱嘛爱搁较侪来认捌圣经的道理，认捌哪侪哪好。对伫圣经的了解哪侪，对伫做的认捌哪侪，咱就会通搁较清楚上帝要安怎来帮助咱。读圣经，思考上帝的话，咱会通搁较常常明白要安怎将迄个家己的罪交托伫上帝的手，求上帝帮助咱。将家己交托伫圣神的手，常常反省咱家己是毋是对人有够尊重。有行伫上帝的公义甲怜悯的中间无？耶稣伊咧教示咱的祈祷文的中间，并无爱咱去主持公义去审判别人，等到伊爱咱赦免人的罪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放落家己的想法甲意见，当咱干那在看即个事工是毋是对上帝国有帮助的时阵，是咱愿意去帮忙放落家己去帮忙成就这个事的时阵，咱已经伫圣神的内面啊。咱嘛会通因为安尼来倚靠圣神的开力，赢过家己的软弱，得胜有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对咱的主爱有信心，咱对咱家己爱有了解，咱对咱的软者爱愿意去面对。当咱欢喜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咱就知。咱要安怎倚靠咱的主来得胜，有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面对咱家己的时阵，咱毋是干那感觉碍拗，咱毋是干那感觉艰苦，等到咱会通感觉讲，我会通面对，我嘛会通较赢这个，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主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，也恳求主你引带阮，建立阮的自信。互阮无有骄傲，互阮是对主你得到帮助，互阮知，阮伫主你的听的内面，因为主你引带阮，因为主你有帮助阮。愿主你的圣神，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伫阮软正的时阵，伸手扶持阮。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当阵要来进行献信礼。今仔日有一位姊妹伫咱的中间吼，要来举行献信礼。咱先做伙来念圣诗第354首，圣诗第354首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咱来起立。咱来念全首吼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就像魔鬼逆天之意，叫天理断着受刑罚。我靠家己袂话倒拖，承被上帝。
请伴手的姊妹来头前。免的心心顺利法度，常常教育行主道路。请坐。看守咧伫咱的面前，是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咧。今仔日要行坚信咧，来告别伊的信仰，通接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。主所听看守的姊妹，你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咧，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，属伫伊。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。当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，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，来归属伊，献家己互伊，也重新誓约要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，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。所以我劝勉你，着告别你的信。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诚实来回答我所要问你的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？你有着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好，来要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，即当阵要来宣告。看守的姊妹，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，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我靠教会的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文山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做陪传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。阿免。来，请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，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。愿感谢你对这个世囝所施落的恩典，也感谢你，互教会对这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。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伊的坚信，你互伊有分伫基督的体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，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。阮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，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，求主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。伊就近你的圣餐，要接纳主耶稣的身体甲血的时，求你互伊为得到你的疼，来有份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，互伊永远属你，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，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免。即当阵要来请小会员来接纳，来接纳。
甲文献编吼，要来来家己用语吼，即当阵就代表咱的教会来从证书甲圣经来送互伊。好，咱差不多啊。我想，兄弟姊妹，比我更较实际啦吼，因为伊是对细汉就教会内面大汉，伊也伫即个服侍的过程的内面，咱有看见伊教会内面的服侍。那么，伫即个所在，伊已经欢喜过伊的信仰，咱伫天路的中间，咱兄弟姊妹甲伊，咱拢通做伙诚侪属灵的同伴，做伙伫即个所在互相来提醒，也互相上帝恩典祝福伫咱的中间，咱搁一摆拍鼓啊！接下咱要来进行圣餐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55首，圣诗第355首。咱坐咧吟第1节甲第2节就好吼，咱来坐咧吟吼第1节甲第2节就好。欢迎凡若属于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凡若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欺杀伊。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着饱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用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见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饮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来先来感谢上帝，三甲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
有分伫你的身躯甲宝贝，对伫你稳定的帮赞，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荣耀你的性命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来，请小会员来服侍。知咱有无摕到的家己心愿？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三甲来领受。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，你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就请小会员来服侍。
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每一个人三甲伫地，三甲压头来祈祷。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也知影阮真正是圣教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让阮搁一摆奉献阮本心互你的时，由你欢喜接纳阮，煞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以后会通用功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咱最后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355首，咱起立来吟圣诗355首，咱来吟全首。愿打主一甲主这道，专心来听你的话，暂愿明白主的临在，激励心灵的栽培。因我圣经信仰故事，热愿心内做模范，求愿通过一生演写，听的胜利达委传，将阮礼拜变做行动，圣洁生活做见证。切愿出去应听服务，冲突所在求和平。你使阮听心，学你声面无怨叹，互阮看见主你形象，以你救赎的世间。主必诚心赞阮邀请，其他人起来分享，激胜利热情欢迎，收看奇美世双向，直到骄傲无个捆绑，破坏人类的和平。当阮加入天使行动，欢喜学乐永无停。请坐，咱把时间交互师会。咱即时来奉献，咱即摆要先做的是迄个为着圣餐来奉献。咱即个对象是平安基金会平湖办事处。
咱即马来主日的奉献。请坐。咱先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，咱伫周报的第2面，周报第2面，咱三角来读2解，做伙来。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，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。罗马书第7章第25节。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，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。罗马书7章25节。咱来看周报第3面，圣工分担，咱请有伫警官的名单的人，请咱来注意后礼拜的事项。咱看后礼拜拜3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黄传道，事的是郭金敦执事，题目是爱也是恨。后礼拜咱要请许一芬神学院来帮咱主理，伊的题目是医治的活水。好，咱来看第6面的消息的报告。第一个圣礼典，咱今仔日要举行圣礼典，今仔日是为平安基金会病护办事处来奉献，请兄弟做伙来关心病护办事处的事工，来顺续为了祈祷。第二，敬信礼，咱今仔日主理已经有举行敬信礼，咱潘秀丽姐妹已经受洗，愿主祝福伊。第三，今仔日嘛是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，请兄弟为着教会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黄传道今仔到万丰教会请安报告，请为伊的出入平安来代祷。
第四，教育团契组的通知，请各团契伫10月底完成改选，顺续把改选了的名单交予教会干事来刊周报。第五，教会团契组开会通知，请教育团体组的组员，今仔日主日礼拜了1点要召开会议，请出席。第六甲第七个名单请咱大家来过目。第八，奖学金，咱伫后礼拜要颁发奖学金，请有收到通知的学生伫后礼拜的第一礼拜来出席来领奖。第九，中职进阶的训练，咱伫10月31日拜六伫大场埕教会有中职的进阶训练，请咱中职踊跃来报名参加。春夜的消息，咱请大家来注意就好。好，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有5个人来到阮教会。头一个要介绍的，就是今仔日领洗的秀丽的因爸爸。请站起来，大家好，请坐。好，那接下来有4位，那这4位呢，都是今天领洗礼的那个秀丽的朋友，请你们站起来，大家认识一下。好，请坐。好，真欢迎。好，欢迎你们来。好，这是咱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401首，吟诗了，煞咱请李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完全能聆听主上帝，保守主好言乐体，主平安完全平安，见心向能度万难。享受恩典永无尽，完全领主上帝，保守主福永无停。这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，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搁起来，互恁伫逐项的好事完全，来行伊的旨意，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，愿荣光归伫伊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咱即摆来行平安礼，咱来唱一个平安礼的歌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囝儿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的子女。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立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高我。
欢喜着守住我命，欢喜家人的出听，因为耶稣丰富山也主出定。将来互相来请安。